人幾時結婚啦。都結咗婚啦，你要祝佢快樂啦！好，佢曾經係霍家最難管嘅兒子，16歲身家千萬，夜夜流連花叢，感情史比新聞頭條仲頻繁更新。佢亦曾經係全港最惹爭議嘅少爺，一場橫跨5年嘅戀愛，以女友嘅輕生收場，轟動全城，罵聲四起。嗰次之後，佢就從公眾視野入面徹底消失，仿佛人間蒸發。直到2025年夏天，霍震霆一句佢結婚啦，先至令呢一個名重新浮出水面。霍啟仁，霍英東最寵嘅世孫，霍啟剛嘅親細佬，冇預告，冇公開儀式，冇奢華排場，娶嘅唔係名媛，唔係明星，而係一位泰國華裔女孩 Namfon。佢用7年陪伴換嚟霍太太嘅身份，而呢一個男人亦都終於喺36歲呢一年安靜咁披上西裝行入婚姻。但係越低調就越詭異。呢一位曾經將感情玩得風生水起嘅霍家浪子，點解突然悄無聲息咁結咗婚呢？而嗰位曾經為佢殉情嘅女孩，是否仍喺佢心底，從未真正離開呢？呢一個故事比婚訊本身更震撼，從桀驁豪門少爺到痛失初戀，再到悄然成婚，霍啟仁嘅愛與罪先至啱啱開始。大家好，我係大江，今日就等我哋一齊揭開霍家最神秘兒子嘅情感謎團。第一章：鐵公雞撒錢為誰破例？1978年9月25號，對大多數老香港人嚟講，呢一日再平常不過，但對霍家而言卻係天大嘅喜事。霍家長子霍震霆迎娶咗最靚港姐朱玲玲。呢一場世紀婚禮一舉轟動咗全港。要知道，霍家向來以低調節儉著稱。霍英東出身草根，白手起家，即使富可敵國，亦都堅持簡樸持家，係名副其實嘅鐵公雞家主。能夠花2蚊嘅，絕唔會花3蚊；能夠請3圍嘅，絕唔會請4圍。然而呢一次，為咗呢一個儀式，霍英東一反常態。結婚當日，佢豪擲1000萬港幣作為禮金，不僅出手闊綽，仲廣邀嘉賓，擺下咗300圍酒席，招待4000名香港上流圈名流。呢一個係霍家罕見嘅大排場，亦都係香港名門之間前所未有嘅盛宴。郎才女貌，世家聯婚，呢一場婚禮亦都迅速登上各大報刊頭條，被譽為豪門童話嘅開端。婚後，朱玲玲一連為霍家誕下3子：霍啟剛、霍啟三、霍啟仁。尤其係大兒子霍啟剛，文質彬彬，聰明能幹，從細就係富二代中嘅教科書級人物。佢追求奧運跳水皇后郭晶晶多年，終抱得美人歸，更係成就咗一段家喻戶曉嘅金童玉女神話。多年過去，提起霍家，好多人第一反應應該係霍啟剛與郭晶晶呢一對模範夫妻。但鮮為人知嘅係，喺霍英東晚年最寵愛嘅，其實並唔係呢一個模範兒子，而係佢嗰個最唔成器、最常惹禍、最令媒體頭痛嘅細兒子霍啟仁。第二章：霍家最不成器嘅寵兒。講起霍啟仁，真係應咗嗰句老話：家有細兒子，天塌也不怕。呢一個霍家最受寵嘅細仔，從出生就畫風清奇，學習一塌糊塗，做嘢唔上心，正經事做唔到幾樣，唯獨玩樂本領通天，吃喝玩樂無師自通。放喺第二啲豪門早就被打入咗冷宮，但係喺霍家，佢偏偏乜嘢都唔得，卻最吃香。16歲嗰年，佢乜嘢都冇做，就直接繼承霍家1000萬港幣資產，仲順勢出任公司 CEO。活生生將富3代劇本演成咗現實。人有咗錢，接落嚟要做乜嘢？梗係談戀愛啦。呢個戀愛二字，霍啟仁把握得比商場仲要熟練。
年紀輕輕就遊走喺娛樂圈女星與豪門千金之間，感情史比港圈八點檔仲精彩。其中一段最轟動嘅戀情就係佢與一位富家女談咗整整5年，結果呢，轉頭卻愛上咗女友最好嘅閨蜜。呢一段三角關係最終釀成咗悲劇，前任無法承受背叛與打擊，做出令人唏噓嘅決定，獨自寫低咗人生最沉重嘅句點。呢一場富家少爺嘅情感遊戲震動全港，亦都徹底令霍啟仁3個字從霍家金字招牌入面脫軌，染上咗難以洗淨嘅標籤。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傾一傾呢一個16歲賺千萬，17年換3位名媛嘅霍家細仔霍啟仁。第3章，霍家最受寵嘅孩子。喺香港呢一片寸土寸金嘅土地上，名門望族比比皆是，前有富可敵國，動輒以億為單位行走江湖嘅李嘉誠家族，後有憑借賭牌逆襲風光一時嘅賭王何鴻燊。若論財力，霍家未必可以排喺最前面，但如果話影響力，成個香港冇邊一個家族可以出其右。要知道，從新中國成立至今，能夠享受國葬禮遇嘅人寥寥無幾，而霍英東就係全港唯一一個享有此殊榮嘅大佬。佢一生為國家奔走呼號，係港人心中難以複製嘅傳奇。所以大家下意識會以為，咁樣一個正面形象嘅家族成員，應該亦都係端方正派、感情專一。比如霍啟剛娶咗跳水皇后郭晶晶之後，一路從富家公子熬成咗模範丈夫，24孝男友嘅稱號唔係白嚟嘅。但講實話，霍家嘅花生基因可能比你想象嘅仲要濃烈。霍英東雖然係英雄人物，身後卻企住3位夫人，原配呂燕妮端莊嚴肅，地位最高；二房馮堅尼氣質出眾，最常陪佢公開露面；三房林淑端雖唔拋頭露面，卻係佢最寵愛嘅女人。到咗霍震霆呢一代，依舊傳承咗多情本色，2位太太皆係美人，仲有一位紅顏知己，關係撲朔迷離。從遺傳角度嚟睇，呢一個花生 DNA 並未喺霍啟剛上顯現，佢成咗家族中唯一嘅清流。但唔好急，呢一種基因講究嘅係選擇性遺傳。大佬霍啟剛專情到底，老二霍啟山偶有傳聞，但唔激烈。老三霍啟仁咁簡直係天賦型選手，從細就喺情場上展露鋒芒。1988年，霍啟仁出生於霍家大宅，就喺佢呱呱墜地嘅嗰一年，霍震霆榮升亞奧理事會委員，仕途順風順水，一家人皆以為呢一個孩子係福星降世。而更令霍震霆欣喜嘅係，3個兒子入面，霍啟仁係最似自己嘅，於是佢對呢一個細仔寵愛有加，可謂捧喺掌心，痛喺心頭。從細到大，霍啟仁幾乎冇食過一啲苦，父母偏愛，哥哥護航，少少嘢行到邊度都有人照住。但我哋要劃個重點，霍震霆與朱玲玲嘅婚姻喺霍啟仁2歲嗰年開始出現裂痕。嗰一次，朱玲玲憤然出走，冇帶霍啟剛，冇帶霍啟山，唯獨帶走咗最細嘅霍啟仁。嗰時嘅霍啟仁雖然年幼唔懂事，卻早早喺家庭權力版圖中企穩咗位置。佢係母親心中最柔軟嘅存在，係霍家寵愛最多嘅小少爺。佢有錢有人愛，有人替佢擋風遮雨，咁樣嘅童年係咪就足夠幸福呢？其實未必。霍啟仁缺嘅唔係金錢與寵愛，而係一個溫暖完整嘅家庭。喺佢出生之前，父母嘅感情仲算恩愛，但係自佢呱呱落地之後，呢一段關係便迅速冷卻，裂痕逐漸擴大。呢一場家庭變故令細細個嘅霍啟仁早早染上咗鬱結。同學酒精、深夜派對、
成為佢逃避現實嘅出口。15歲嗰年，霍震霆與朱玲玲嘅感情徹底破裂，朱玲玲再度帶住霍啟仁離家出走，呢一次一走就唔回頭。朱玲玲曾對身邊嘅人話：我對得起呢一個世界，對得起霍家，但唯獨對唔住啟仁，我唔可以俾佢一個溫暖嘅家。巧嘅係，霍震霆心入面亦都有一樣嘅愧疚，於是呢一對前夫妻喺婚姻入邊意見不合，喺補償兒子呢一件事上，卻默契得出奇一致，用錢彌補一切。佢哋對霍啟剛嘅態度係打鐵要趁熱，對霍啟仁則係只要你中意乜嘢都得，凡事有求必應，宛如對待一個玻璃做嘅孩子。而呢一種過度嘅補償，或者先係霍啟仁浪蕩不羈嘅人生開始。第4章，肆意愛情，終成災結。據當年港媒報道，16歲嘅霍啟仁就已經擁有父母親手置辦嘅千萬家產，錢有啦，家庭卻散咗。呢一個本就唔太聽話嘅孩子，自此徹底放飛自我。佢開始頂住霍家細仔嘅頭銜，出入夜店，同埋18線開外嘅小模打得火熱，夜夜笙歌，紙醉金迷。佢玩得痛快，但係朱玲玲同埋霍震霆卻急到團團轉，一個唔捨得打，一個唔捨得鬧，只能夠達成共識，送兒子出國，等佢到大哥霍啟剛曾經就讀嘅倫敦大學冷靜冷靜。夢想係美好噶，霍家夫妻以為4年之後會迎嚟一個溫文儒雅、穩重得體嘅兒子，但係現實卻狠狠咁打咗佢哋一記耳光。啱啱到英國，霍啟仁就談起咗人生第一段高風險戀愛。嗰年佢遇到咗 Rebecca Law， 我哋姑且稱佢為小 R。霍啟仁喺英國並無親朋，但靠住揮金如土嘅派頭，好快就成為咗學校入面最炙手可熱嘅富家子弟。嗰個亞洲男生身價不菲，成咗佢嘅代號。而佢同小 R 嘅相遇，不過係一場燈紅酒綠中堆疊出嚟嘅命運巧合。嗰晚佢舉辦豪華派對，賓客雲集，燈光迷離。小 R 原本並唔喺受邀名單之內，不過係好友嘅陪同者。佢從美國飛返嚟，小住數日，原本興致缺缺，幾次想離席，啱啱準備走人，佢一頭撞上咗醉眼朦朧嘅霍啟仁。霍啟仁見佢靚，自然唔想錯過，笑騎騎咁要聯繫方式，但係小 R 根本唔食佢呢一套。你屋企有錢，我屋企都唔差，憑乜嘢低你一頭啊？冇諗到呢一份倔強正中霍啟仁下懷，二人唇槍舌劍幾句之後，竟然莫名產生咗奇妙嘅默契。幾日之後，火速升級為情侶。雖然異地求學，但暑假重逢時依舊甜蜜纏綿。第2年，二人公開戀情，甚至得到咗霍家長輩首肯。小 R 亦都憧憬過郎才女貌，門當戶對，講唔定真係可以步入婚姻殿堂。但佢冇諗到自己行嘅唔係紅毯，係火坑。霍啟仁嘅愛不假，但佢嘅心唔夠用。佢喺外面彩旗飄飄，夜夜不歸。小 R 忍氣吞聲。出身豪門嘅佢，本嚟亦都知道所謂情場如戰場，但係佢始終相信自己能夠贏得正宮之位。佢一次次選擇原諒，只係換嚟對方更加肆無忌憚。第5年，小 R 迎嚟真正嘅噩夢。霍啟仁愛上咗佢嘅閨蜜楊千霈。呢一位綠茶女神，正係娛樂圈中公認嘅頂級發電機。出身普通，卻自幼立志嫁入豪門。為咗呢一個目標，佢苦練外貌、舉止、談吐，成功混入咗上流社交圈。2006年，佢以主持人身份登上金馬獎，一戰成名，從此步步高升。佢盯上嘅第一個獵物，正係霍家三少，嗰一個從不拒絕女孩主動嘅浪蕩公子。佢出招精準，節奏攞得好恰當，霍啟仁迅速繳械投降。
甘願成為佢裙下之臣。2008年，二人關係漸漸浮出水面，媒體曝光佢哋二人私下常常獨處，唔帶小丫一齊出席活動、外出旅行，甚至一同歐洲遊玩，仲住入同一間套房。而最致命嘅係佢哋喺社交媒體上高調曬恩愛，牽手貼面並肩合影，張張刺眼。面對背叛，小丫徹底崩潰。5年青春，情敵竟然係摯友，佢無法接受呢一個雙重打擊，終日鬱鬱寡歡，最終患上咗重度抑鬱。喺一次情緒失控中，佢選擇結束咗自己嘅生命。小丫嘅離世成為霍啟仁一生中最黑暗嘅一頁。自嗰次之後，呢一位曾經不可一世嘅霍家三少退出咗聚光燈下，銷聲匿跡，修心養性，從此消失喺大眾視野。有人話佢係被良知喚醒，亦有人話嗰場葬禮係佢揮霍青春後嘅贖罪。但無論係邊一種講法，都無法改變一個事實：嗰段由金錢與任性鑄成嘅愛情，終究以悲劇收場。第5章，頂級豪門嘅低調婚禮。曾經佢係霍家最不省心嘅孩子，因一場情感風波從公眾視野中銷聲匿跡。多年過去，嗰個被稱作霍家花生基因終極載體嘅三少爺，似乎終於熄咗火氣，斷咗風流。直到2025年，命運悄悄翻開新嘅一頁，就喺所有人都以為佢早已經遠離聚光燈時，霍啟仁嘅名再次霸佔熱搜。原因只有4個字：已經結婚。呢一個消息唔係從八卦雜誌傳出，亦都唔係女方喺社交平台嘅炫耀，而係來自佢嗰位向來低調嚴肅、76歲嘅父親霍震霆。呢啲嘢我都估唔到噶啦。面對記者追問，佢輕描淡寫咁飛落咗重磅消息，又笑住補咗一句：歡迎加入霍家大家庭。一錘定音，全網嘩然。冇世紀婚禮嘅預告，冇狗仔隊嘅偷拍跟拍。36歲嘅霍啟仁，霍英東最寵愛嘅幼孫，竟然喺眾人嘅眼皮底下悄無聲息咁將婚結咗啦。新娘係邊個？唔係名媛，亦都非女星，而係早前多次被媒體拍到嘅泰國華裔女友 Nathan。呢一個溫柔安靜嘅女孩，終於等嚟咗佢嘅霍太太身份。時間撥回2024年5月，杭州西子湖畔，晚風拂面，燈影搖曳。霍啟仁喺遊船板上單膝跪地，攞出鑽戒，冇鎂光燈，亦都冇媒體圍堵，只有湖光山色作證。一段頂級豪門嘅極致浪漫就此上演。Nathan 含淚點頭嘅瞬間，屬於佢嘅霍家三少奶篇章正式開啟。呢一場婚禮，比起大哥霍啟剛與跳水皇后郭晶晶嗰場轟動全港、權貴雲集嘅世紀婚禮，堪稱反套路。冇連擺3日嘅豪門筵席，冇珠寶商贊助嘅千萬鑽飾，甚至連一張似樣嘅婚禮現場照都冇流出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小兩口謹邀至親，悄悄舉辦咗一場真正為自己嘅儀式。呢一刻嘅低調，不僅係風格選擇，更似一種態度。對比霍啟仁早年經歷嘅情傷與喧囂，呢一場安靜嘅婚禮，反而彰顯出佢如今嘅沉穩與珍惜。嗰位曾經因愛情跌落谷底嘅霍家三少，如今終於喺風平浪靜中揾翻咗生活嘅本真，從風流少年到低調成婚。霍啟仁嘅故事刺激咗一場跌宕起伏嘅青春劇。有人話佢終於長大啦，亦有人話嗰個不過係另一個劇本嘅開始。你覺得佢係真嘅收咗心，定係學識咗更加高級嘅隱藏呢？歡迎喺評論區話俾我知你嘅睇法。我係大江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